房子拆迁的时候，他和老伴儿各有40平方米的份额。拆迁中，张老伯把自己的40平方份额并到了大儿子的房子里，而老伴儿的40平方则并到了二儿子的房子里。二儿子一家之所以要赶张老伯走，就是因为他们认为自己只需要承担母亲的赡养责任，父亲的赡养应该由哥哥负责。如果大不商量，做一份什么纸，比如说那个公证一下，老了怎么样，是吧？他现在就是不去，他现在就是不闻不问，随便你们就想就这样，他就是这样，这个你跟他没法沟通啊。那这个事情应该由你爸爸和他的兄弟商量老人的安排问题。对呀，你就不要去过多去干涉这个事情，对吧？但我爸爸不会说话的人。你为什么不到你大儿子那儿去住呢？我到你这么那个辰光嘛，这个养药了，这个养娘，炒客户炒夫妻，然后卡子了是过来了部分了的，那就都不去，过来了100%的，那是干的了不干的。张老伯说，大儿子住4楼，自己的那间还在阁楼上。自从一只眼睛瞎了以后，爬这么高的楼很不方便，所以他宁愿住在车库里。那张老伯的大儿子到底是什么态度呢？赵辉拨通了老伯大儿子的电话。我是希望啊，两位老人要妥善安排好，你不能这个样子啊，对不对呢？你说那个老人眼睛已经瞎掉一只了，现在你看动不动就被挨打，或者是没有水，你说你作为老大，你说你能不管吗你？老的管要管的，我管的不是我，这是我去打他，我去管哪管去讲啊。你把你的兄弟啊，把你的几个妹妹要叫上啊，你们要开个家庭会啊，为你的父母啊。我要上班了啊。借口要上班，老伯的大儿子匆匆地挂断了电话。而居委会主任说，这家人的矛盾他们已经调解过很多次了，就在前2天还写了一个赡养协议。那么经过师范办，就是我们这里的法律顾问了，也5、6次。那么最后在这个8月26号，就是达成了这个就是赡养协议。赡养协议就是他老人也蛮皆大欢喜的，对不对？把这个问题想解决好了呢。对。那么就是现在这个协议写好了，他今天早上来了，就是他讲我也又是空欢喜一片。他主任说，在赡养协议上已经写明，对于老人的生老病死，2个儿子都要履行赡养责任。可是协议是写了，事情却没落实，张老伯的水还是没有恢复。对于张老伯的遭遇，律师说他可以通过法律途径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像这对老人，他们有没有权利在老二家住在车库里面？应该说这个答案是比较肯定的。因为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说这对老人呢，他本身对于这个在这个房子上面他是有权利的，有产权的有产权的，因为他是拆迁之后分配的一个房屋，对吧？这个据说是有40平米的这个面积是分在这个房屋里的，对，所以这个房屋的这个有部分的产权是属于这对老夫妻的，所以他们当然是可以这个行使他们作为这个财产的这个共有人的这种权利，对这个财产进行使用和收益。那即使说他没有这个产权，他的家人，他的儿子是不是也没有权利要赶他走？没有权。当然，如果你把父母撵出去，父母丧失劳动能力，你撵出去的话，这个就构成遗弃啊。律师说，作为父母有权利选择自己的居住地，而对于张老伯被打的事情，律师说法律上更有着明确的规定。从这个今天这个电视当中反映的情节来看，这毫无疑问，这个肯定是犯法的，这个行为肯定是犯法的。当然，具体触犯哪个法律，要看这个殴打行为的结果。朝晖帮过很多忙，今天帮的这个忙心情特别的沉重。朝晖为张大爷感到难过，他太可怜了，而他孙子的行为实在是令人发指。
当时那种现场的混乱程度真的是惊心动魄，让朝晖实在是没有想到，想不到妯娌之间直接动手，更想不到孙子跳起来就给爷爷3拳，那是你的亲爷爷呀，80多岁了，你怎么能这么残忍？一大家子都是有着血缘关系的骨肉至亲，面对亲人，怎么能下得了如此的重手？朝晖也了解了咱们苏州周边的农村居民拆迁之后呢，为了解决老人的赡养问题，政府部门给出了生活补助。那像张大爷这样的情况呢，他和老伴儿每人每月都可以拿到499块钱的生活补贴，完全够用了。没喝你的，没吃你的，你儿子孙子基本上是不需要出任何钱来赡养老人的。更何况老二家的这套房子本来就有老人家40平方米的产权，老人家想住在哪里完全是可以自由选择，做子孙辈的你有什么权利干涉呢？谁都会老啊，人在做天在看，推己及人，你也想让自己的晚年这么度过吗？实在是太